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 A 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总体上还可以，虽然三大股指集体收跌，但跌的都不多。截至收盘上证跌0.04%，深成指跌0.12%，创业板跌0.36%。两市上涨家数是2250家，下跌是2921家，跌多涨少。两市成交额1.2万亿略有缩量给人感觉这个胡适在这儿震荡收了一个十字星。早盘冲高之后来了一波跳水，我看有媒体说主力资金跑了300多亿，后来就是开始震荡，到了下午一直在震荡向上，很多人以为这个胡适是不是要去冲3400点，结果大盘又来了一次跳水，真是一波三折到了尾盘又勉强给它拉上去了，给人感觉有人在洗盘，但是全天资金是净流出，这个位置上也难下也难，往上走没有理由，对吧？你要给他一个理由，往下走呢不允许，有人拖着的。比如整个胡适就在这上下震荡，所以这个炒作之风又有蔓延的趋势，非理性炒作面对这个非理性炒作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包括交易所监管机构频繁的发预警，停牌预警。前几天我记得咱们节目说了有很多人质疑这个停牌预警，觉得这个股市异动，上市公司不要停牌，一停牌让这个它自有的这个上涨节奏或者是下跌节奏运行节奏被打乱，人为打乱。今天这个证券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说避免非理性炒作，上市公司发布停牌预警值得提倡。文章说近日上市公司风险提示公告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含有停牌预警内容的公告逐渐增多停牌核查的触发条件一般是上市公司股价出现异常变动，或者公司出现重大事项，其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不过由于停牌期间投资者无法进行买卖操作，资金被冻结，因此股票突然停牌也是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文章认为在上市公司风险提示公告中对可能存在的停牌风险进行预警，不仅有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降低投资风险，也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遏制市场投机炒作。从近期实例来看，停牌预警对抑制股价非理性上涨效果显著。以中益达为例，公司5月21日发布公告显示，近期公司 A 股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如后续公司股票交易进一步出现重大异常，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依法申请停牌核查。当日午间公告发布后，中益达股价疯涨态势即告停止，证明了停牌预警在实践中的威慑力。文章认为，对潜在风险的及时预警也是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体现，让投资者能够更及时全面地了解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使投资者在决策时能够基于更充分的信息做出判断，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长期资金，促进市场的高效平稳运行。证券时报这个证券日报这个说法也就是上市公司一看到自己的股价出现异常波动，这个异常波动它有一个标准的达到比如连续几天达到多少，那么它就要发停牌预警。我倒是觉得这个恰恰说明金融消费者他对上市公司的这个信息披露他不信任。就是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总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他认为上市公司你有什么利好有人知道了，但是你还没有公告，你藏着。正因为有这些人知道，所以他们先进去了，然后拉了个暂停，那我们赶紧要进去，因为后面这个利好要公布。他这个潜台词是这样，他逻辑是这么个逻辑。所以说如其频繁的停牌预警是一种人为干涉，也就是当一个上市公司如果我的信息披露是完全合法合规，按照国家要求的，那我这个股价的爱怎么涨怎么涨，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他总有的不知死活的金融消费者，那赌徒他愿意去炒。那一个上市公司的我还盯着我的股价涨多了还得提示一下我要停牌，没这道理。对上市公司来说要做好自己的信息披露，应批尽批，打消这个金融消费者的这个疑虑打消这些赌徒他就读消息的前提就是认为你有好消息，你有利好，你不说，你藏着，有人先知道，先知先觉的资金进去了。所谓的停牌预警，也就是上市公司说我公司经核查没有应批而未批的信息，就这么一句话。那为什么这金融消费者赌徒他不信呢？所以说问题就出在你这个整个的机制有问题。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个炒黄金的要注意了这个坏消息又来了。花旗预测金价
将下跌。花旗称金价将跌至$3000以下。花旗表示他说随着创纪录的涨势失去动力，预见未来几季金价将回落至每盎司$3000以下，这标志着大宗商品市场最引人注目的涨势之一宣告结束。有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在研究表明，到2026年下半年，金价将回到每盎司$2500至$2700左右。此次下跌可能是由投资需求减弱、全球增长前景改善以及美联储降息等因素造成。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破坏性贸易政策以及中东危机刺激了避险需求，金价今年以来已经飙升30%，上次创下纪录高点是在4月份。他们预计黄金的投资需求将在2025年和2026年减弱，尤其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成为焦点之际，他们认为美联储有很大空间将政策从限制性调整至中性。也就是花旗他觉得这个金价要跌到$3000以下，甚至明年要跌到$2500。这个好像跟高盛是还大摩吧，他们认为这个金价要涨到$3700，谁对谁错交给时间呢？那至少说明这个金价在高位震荡，风险还是不小的。炒金的人呢，恐怕到明年又是一场空叫大梦一场。我们再看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说了什么？刘继鹏再一次谈到这个取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谈到了这个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不公平那本质上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就是割韭菜。大家看视频今天重点我想跟大家谈的这个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这个漏洞是比较大的，也是大家都不熟悉。如果我告诉你们，已经有1150家公司搞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影响市场的价格，他们买的股票5折，最低的首都在线是16折，他们买完股票1周之内就可以到市场上抛售了，和你的平价股票是一样的，你能接受吗？打着为高科技企业服务的例子，这件事也是上交所先干出来的，发扬光大在深交所。如果说把一个上市公司4200人拥有这股票，也是4000多万股，这样的量你能受得了吗？所以我说不能用5%的效率去牺牲95%投资人的公平。股权激励包括大股东送股、公司送股、定向定增，还有这个所谓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两个交易所从融资制出发，向科技人员让利，就是为了本交易所处于有利的竞争态势，都是融资方低价竞争，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是当前典型股市上涨的跑冒滴漏。你看现在这个里边，科创板585家公司，创业板是566家，一共是1150家。由于2次的激励计划不受限制，有的公司搞了2次、3次，一共是1776个激励计划。最多的人是爱尔眼科，批给了4900人，打折最低的是首都在线16折。现在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股权激励方式呢，一共有3种方式：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股票和股票期权。给的对象就是公司的高管，还有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第二类股票都可以打5折，都可以采用定向增发和回购方式。授予后，第一类股票你就得交钱，公告日那天就交钱，而第二类股票是授予日的时候不交钱，12个月以后归属。什么叫归属就是花5折钱去买这个股票，买完之后1个礼拜可以卖了。他们获得的收益构成一个是折价收益，授予日这一天是10块钱，给你打5折就是5块钱，这是打折收益。12个月以后归属那天再去交钱买配给你这股票，这股价还普遍都涨，可能会涨到20块钱，5块钱买了，20块钱抛出，赚2道收益。高管还要遵守每年转让不超过1/4，所以大家一看这架势，都搞第二类，晚出资收大钱。在此过程中，2个交易所和证监会的文件还不统一。比如说像定人2个交易所的规定，5%以上的大股东及其家属、子女都可以买，证监会的规定是这部分人不能买，现在处于混乱。第二个呢，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占你总股本的比例，证监会规定是10%，但是科创板、创业板是20%，像雪荣生物就是 16.6%。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都让监事会去监督。大家知道2026年就是明年1月监事会就被取消了，但是现在监事会还在发挥作用。这个限制性就是说要完成一定的营业收入指标，个人也完成一个指标，让监事会来审核，这简直就跟没有审核一样。公告日那天授予，那天的股价是10块，授予价格5块钱，然后12个月以后
它就开始归属日了。归属日的股票价格已涨到20块钱，所以这种股票就可以第一赚折价收益，第二赚的是资本利得，它赚2块收益。所以这样的股票不是严重的损害我市场上大股东们的利益吗？他们拿5块钱的股票去跟我们20块钱博弈，如果1150家公司这么干，你受得了吗？这股市能起来吗？这是一些案例，看看是4198万股，268人。最高的是250万股，这是它的考核指标，利润都很低，利润完不成的也有少量的公司回购。什么意思呢？上市之前三高超募，我账上有大量的剩余资金，我到市场上买这个股票，买回来之后呢，再以5折批给内部人员。这里边就有另外一个5折，这个钱是公司带电的，这个钱怎么花呢？这个钱就进了管理费用。可是你进了管理费用，就加大了成本，利润就少了，可能利润就完不成了。他们还解释说，这笔是我们补贴给员工的，不是真正的管理费用，因此在算利润的时候不算这一块，不算这一块，你的管理费用不是就少了吗？管理费用少了，利润就增加了，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获批了。这样的文字游戏让人听了以后真的很愤怒。像这家就3500万股给了4215人，这是学的国外的 RSU。RSU 是什么呢？看看啊 ，Restricted Stock Units， 叫做限制性股票单元。像腾讯在香港就发了，腾讯发是因为它用自有资金，大家看到了。按监管者的解释，我们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和它的限制性股票单元是连接在一起的。像腾讯等于用自己多余的钱在市场上买回了自己的股票，然后再批给他的员工。2万多员工，一般都是10股8股，他一股就600多块钱。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是以定增为主，到归属日这一天，用5块钱向内部人员发这笔股票，交了钱之后1个礼拜你就可以卖了。所以首先就是股票来源不一样。我说你得谈股票来源，你学习他的股票来源是公司用自有资金买，买完了以后补贴给内部人员，你这是定增啊，你这个定增它损害的是市场股东。这个 RSU 在国外也非常有争议，企业的主体是所有者，企业的这些净资产应该都是所有者的，但是买了这些股票贴补给了打工者，这本身也是对本公司的股东一个伤害，本身也在争议中。你现在学它，而且你用的是定增啊，定增你是向社会发，这个影响的是整个股市投资人啊，股市投资人买单。所以你看股本总额，它市场买了以后给你，它股本总额没变，但是定增就增加股本了，受益人数也不少。我们说股权激励一定是在现有的股价上给了企业内部人员之后，能够把股价带上去。第二类限制股价我5折买的，归属的时候20块钱，不跌破5折就盈利，所以它是反向激励。股价跌破5块钱，可能性这1000多家没有一家，你还可以放弃，叫单向选择权。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应尽早摒弃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大力的推进期权。看完这个刘教授所说的，你还有心思在里面炒吗？人家拿的筹码就是比你便宜，这是胡适的4+4啊，这是胡适的弯道超车。里面更可笑的是啊，让监事会监督，这个监事会半年以后就要取消了，没有监事会了，上市公司不设监事会啊，就唯一监督的这个监事会也没了，这简直是开玩笑。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些人这热衷减持啊，人家股票拿的便宜，人家成本价比你低，有的低1倍都不止，对吧？那定向增发呀，他有的时候给你低15%，就是85折。等到这个他解禁的时候，人家上市公司再讲2个故事，买几台服务器，非说自己是算力股，或者假装收购个什么公司，那公司是做人工智能的，这股价蹭蹭就上去，这些金融消费者这赌徒立马扑进去，好，人家正好解禁，人家本来成本就低15%，这时候再往出抛，这不就是割韭菜吗？这叫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这个刘继鹏老师公开反对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胡一进老师今天破防了啊，他为他的在伊朗的同行在愤怒，在打抱不平，在叫屈啊。我们看胡一进老师怎么说的啊，他说炸核设施和军事目标不说了，战争。胡一进老师认为啊，这个以色列啊，你要炸伊朗的军事目标或者核设施，反正是打仗，没办法。他说但以色列却炸了伊朗的电视台，太过分了。我觉得全世界的电视台还有媒体都应该谴责以色列这一野蛮行
行径。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电视台不正在直播吗？结果真的啊，有大哥给他刷了一个火箭，真火箭，那就是以色列刷的。这个视频网上好多对吧？大家自己去看。胡鑫老师认为啊，这以色列给这个正在直播中的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刷火箭，这不应该，这是野蛮行径。而且号称全世界的电视台都要一起谴责以色列。这胡鑫老师说啊，他说虽然各国的媒体有各自价值取向，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彼此之间大家又是新闻同行。老胡在2场战争中工作过，与不同国家的记者在一起闯交火线，或一起趴在战壕里躲避炮弹。虽然我们之后会写出不同倾向的报道，但是那一刻我们是生死与共的新闻同行。但是很遗憾啊，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美西方或者世界其他的媒体啊谴责以色列。胡鑫老师很失望，胡鑫老师也没有看到。胡鑫老师说他跟那个美西方的媒体是一样的啊，他们一起这个闯交火线，一起登战壕，他们生死与共啊。胡鑫老师说啊，以色列轰炸伊朗电视台是对全球电视台和新闻同行的严重冒犯，也是对世界新闻工作者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这是绝不能允许的越线行径。全世界的新闻行业组织都请出来走2步。就很遗憾啊，新闻组织并没有出来走2步，为什么呢？胡鑫老师啊百思不得其解啊。其实我想啊，这是胡鑫老师自己在装糊涂啊，卖萌。就胡鑫他以为啊，他跟美西方的媒体啊一起闯过交火线，一起登个战壕，然后他们就是都一样，都叫媒体。媒体，这胡鑫老师还是把它概念要搞清楚。人家美西方的那个媒体啊，就包括以色列的媒体，媒体是独立的，人家是报道前线交火线，对吧？前线的实际战况，而胡鑫老师是宣传，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你是宣传机构，你比如说俄罗斯电视台，他就去了就是宣传了，宣传完了之后后面加个0，那跟人家其他的媒体能一样吗？胡鑫老师，你是去的是宣传，不要搞错了。你是报道那个战争真相吗？是客观的报道吗？客观的报道你也发不出去啊。这胡鑫老师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个美西方的媒体，他甚至会报道自己这一方一些错误、龌龊、失误、犯罪行为。胡鑫老师敢吗？所以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跟人家搁在一起呢？对吧？你是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你是负责宣传，那是你本身你也在战场上。就胡鑫老师是2个战场，他在客观的这个交火线战壕，那也是战场，然后他在舆论上面、网上面、媒体上面、报纸上面，那也是战场。胡鑫老师是在2个战场上作战，那你就是战士啊。伊朗也是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人家都是战士，战士挨炸了不要感觉到悲哀，应该感到光荣荣幸，对吧？让敌人的炮火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你是在作战，或者你伊朗国家电视台说，哎，不要炸我啊，你炸那个核设施，你炸旁边那个司令部，不要炸我，那叫什么话？大家都是为国争光，为国效力，向我开炮啊，对吧？这是2种价值观，你的胡鑫老师就开始混淆了啊，对吧？人家伊朗的电视台，人家觉得挨炸光荣，对吧？我吸引了以色列的这个炮火，那么以色列每往我这个电视台扔3枚这个导弹，那我们的这个其他地方就少受3枚导弹的轰炸，不是这个战吗？对吧？我吸引了敌人的炮火，让我们其他的同志得到了转移，得到了时间啊，然后才反击以色列。人家自己是战士而感到光荣。这胡鑫老师上来开始煽情，这个美西方的媒体人家可没说我是战士啊，对吧？我们只是报道真相啊，看看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他们穿着醒目的这标志，就是防止别误炸了。我可是只是个记者，对吧？我只是一个摄像。所以胡鑫老师他把居然的混为一谈，那同样都是电视台，那你这个电视台是战士啊，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得有这种豪气啊，对吧？不要作为战士，人家一炸你就尿裤子，这不太合适啊。我相信啊，伊朗的这个国家电视台那是越炸越勇，人家是感到这个无上的荣耀，没有炸死那是真主在保佑他，炸死了那人家是对吧？为真主啊在捍卫，对吧？这个哈梅内伊，人家感到光荣啊。再说了啊，这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他维护的不是伊朗的利益啊，对吧？人家维护的利益是更高级别的、更高层级的，是人家是维护那个宗教领袖，对吧？这教士集团的利益，那个更光荣啊。你维护伊朗国家的利益，那是世俗，非常俗的，人家维护的是更高级别精神领袖的，对吧？这种利益，胡鑫老师理解不了，所以他跑来呼吁啊，全球的这个同行谴责以色列，这个不仅啊得不到伊朗这个宣传人员的这个感激，恐怕人家还要痛斥他。这个胡鑫老师下面还有一个啊，他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已掌控德黑兰领空，要求当地民众立即
撤离德黑兰，以军正在展开军事行动。说以军这就掌控了德黑兰领空了。如果真是这样，伊朗也太拉胯了。你看他反过来说伊朗拉胯了，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卖萌啊！伊朗什么样子？胡锡进老师真的不知道吗？他不是说他去过伊朗吗？那去干啥去了？然后他后面说啊，同时以色列也太霸道了，还有一丁点儿国际法吗？这个又是高级黑啊，又是黑色幽默啊！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什么周星驰导演的那个功夫上面开头一幕啊，那冯小刚是黑社会老大去砸那个警察局啊，完了说还有王法吗？这不就是跟胡锡进老师一样吗？胡锡进老师居然说啊，还有一丁点国际法吗？胡锡进老师啊，这个俄爹侵略乌克兰，他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这个侵略啊，是俄爹是奔着领土去的啊！哎，你要说乌克兰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过去教训他，打完我就走了，这个还另当别论。人家去直接割了4块地方搞公投，然后说这个地方啊是俄罗斯的新领土。面对这个，胡锡进老师千方百计的给俄爹洗地。这个时候胡锡进老师为什么不说还有一丁点国际法吗？怎么就不说了呢？然后还得出个结论啊，这个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啊，跟咱们的抗日那可不是一码事啊。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问出还有一丁点国际法吗？这不就是高级黑吗？这不就是黑色幽默？到这样他要国际法了，就我们能想象，我们假设一下啊，假设乌克兰以后厉害了，不仅把乌东4个州给抢回来了，而且还把俄罗斯的这个布良斯克啊、别尔格莱德、库尔斯克州给占了。这个时候胡锡进老师一定会问啊，还有一丁点国际法吗？居然把人家领土给占了。为什么说啊以色列空袭伊朗？虽然有20多个国家谴责他啊，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是沉默。为什么呢？是炸的情有可原。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并不是要掠夺伊朗的什么资源，对吧？要侵占伊朗的领土，对吧？这个跟俄罗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那是两个概念，对吧？俄罗斯是得寸进尺，占了克里米亚还不满足，还要占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占完之后还不满足，还要扎波罗热，还要赫尔松。如果这5个地方他占完之后，他更不会满足，他还要奥德萨，还要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但是这一切啊，在胡锡进老师眼里，这都是合法的，这都是应该，这都是乌克兰自找的。到了伊朗这儿，他就要问，还有一丁点国际法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